作家苦苓在脸书发表文章反对，还强调工会提出的诉求根本站不住脚。他认为长荣工作条件比差，却没喊，反而是咄咄逼人，质疑是刻意逼资方让步。作家苦苓，长荣员工现在的飞行条件是比差的，那如果这东西是跟飞行安全有关，那奇怪为什么每次国际的评比长荣的飞行安全飞安都比好呢？可见得这跟时间没关系，这样的诉求是说不过去的。苦苓重话批评不应该提出的诉求根本站不住脚。作家苦苓要求的条件，8个小时要3个人，12小时要4个人，长荣就没有做到。工会你应该帮所有争权益，那为什么长荣就没有呢？那如果说一定要照这个标准，大家才会安全，那是不是表示以后我们不要搭长荣了？长荣太危险了。苦苓从9日开始连续3天在脸书发文反对，他呛不能选别的时候吗？公司蒙受最大损失后，再来逼公司接受站不住脚的要求，痛批没良心。至于说到长荣飞行条件差，有长荣现身回应，打脸苦苓。长荣美东航线回程不到16小时都是4人派遣，长荣这次不是后来董事长直接跟工会代表好好谈，还附上检定证号码。工会代表陈浩伟，他根本没有研究过我们2家航空公司的工作条件，他们长荣飞行主要派遣可能比我们好，但是有可能我们到了外地的旅馆，我们只休24小时，而他们长荣有休到48小时，所以我们要争的东西是希望往好的地方争，没人要比差的。苦苓强调自己是路见不平才会分享看法，不过打脸后，双方隔空引战，苦苓不罢休，还预告会公布内幕细节。